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哥刘浩明。喺生命过程底背，每一个人记录自家生命嘅方法都无同样。有的人用写作嘅方法来记录自家嘅生命嘅过程，有的人用摄影嘅方法，有的人用艺术创作嘅方法来记录自家嘅生命。你今日有请嘅係利用天然嘅教材嘅方法来记录自家嘅生活底背，睇睇這些事情嘅藝術家總是為了現場，那馬上歡迎孫文濤。係，後面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你孫文，我來自美濃的山下，哎呀哈，我歡喜來到一個地方跟大家分享我嘅創作。孫文其實好久冇看到你哈，係啊，而且其實每每看到你嗰時都發現講有這個新的一啲創作嘅作品出來，因為一般我哋今日喺現場都可以看到你新的一啲創作作品，咁樣講同以前嘅風景啊，無論講畫作嘅內容已經都冇同樣啊，一般風景其實幾多係泰山泰水嘅嗰種風景。創一條地方係因為你這個有一批嘅地方佢是去創作嘅係咪？一擺帶來嘅作品，譬如講廿三件作品來講嘅，係呢係去台東嘅池上駐村嘅時節，看到嘅一個風景，所以就計畫下來。就講啊，其實就對美濃的山下嘅生活地背嘅點點滴滴嘅描繪，然後去到那時就講述到嘅就計畫下來。我想請問一下，就從頭講去美濃的山下，然後而家西到我哋台東去池上去駐村嘛，吼。那我想到去駐村咯。因為佢下其實就池上藝術基金會一片，台灣好基金會啦，因佢下就有邀請講啊，係咪可以來駐村，然後因其實本藝術家嘅一個駐村的方式其實歸自由，然後就是你可以在池上一個地方自由的行了行看，然後去記錄你自己感動的部分。所以我哋家就想講啊，我嘅時間又拄好，其實我冇去台灣的東部生活過，所以就想講加落去看下先。所以我就去2017年的時間，差唔多7年到8年的時間，去一整年。嗰時呢一整年地步，你這個感覺到講，因為其實喺美濃嘛係算咧，喺咧山腳下啦，吼，其實喺我哋東部嘅山腳下，係，但是你這個因為東部其實同我哋南部入面嗰種風景還是冇同樣，係，你其實喺呢一整年，你這個感覺到有乜個想法？其實同樣係山腳下，不過有相同嘅部分咩？有冇嘛相同嘅部分？因為像池上嗰片咧天梯改發。就是安尼看過去可能一望無際，然後一次連到都山腳下安尼，然後從天堂路嗰片，甚至講啊冇天火處，全部就是維持歸早期嘅歸自然嘅一個景色咯。再來就會講啊，池上一個地方，其實喺嗰池一個地方嘅人，我講族群其實有幾下種。客家人，然後新住民，然後原住民，然後河洛人，其實都有。所以變咗講啊，我去到嗰邊堂都有啲位詳情講客家事情，我就講那個幾親切。係，所以我講到講啊，因為同樣種禾嘅種一些可能我哋四季嘅一個青菜，其實有各相同嘅部分，然後天梯，然後人，唔過都會一些冇嘛相同嘅部分，我就講到嗰種悠閒感自在嘅感覺，會覺得嗰片嘅腳步嗰種又講慢一些些，嗰種係可以自己樹下安尼就拔樂，然後吹風，然後曬日頭，安尼就可以過癮嘅感覺，係啊。其實我哋從頭因為講喺啲南部應該其實都算鄉下人嘅啦，但是其實美濃唔算鄉下人，美濃算是商業區啊，商業區啊，因為其實我哋南部有啲地方係譬如我哋喺美圃嘅喺美濃。慢慢的，其實我哋商業形態如果接觸其他現代嘅生活啦，但是真的是到東部以後，其實同我講嘅係路九號公路嗰邊，九號公路嗰邊其實都係我哋你講兩個山嘅中間，有啲海岸山脈，好多個中央山脈嘅中間嘅地方，其實都像同我講嘅，其實一片看過去。好多喺我哋其實我哋南部其實愛到個屏東平原嘅部分嘅時候，那可能安尼樣象，但是喺台東嘅話，都真係看到一片平原，然後後邊都山，好多個群山，但是由於啲個太快嘅平原部分，嗰種其實嗰種感覺到有比天要講，我哋步調都比我哋南部一得個慢。我是個安尼感覺啦，或者講啊，有可能因為我哋冇司機好，真是一次喺那幾個片，所以或者係咪對現當地嘅人來講，
迄咩研究嗰度其實冇差喎。人哋啲外地來嘅人來看的時間嗰度，有可能人哋係那些就會想要去放鬆，然後不用難。所以我講到講啊，推動這邊呢，一個神法的步調嗰種特別的慵懶自在，然後去到這邊就會想要去不用難吹風，係啊，有種感覺。咁創業擺啊，你即個去駐村嘅一個嘢地方呀，因為我哋提講以前做企業方，就大部分幫人哋民農嘅山水嘛，嚇，然後見到阿媽嘅神法嘅地方。咁入擺去嘅一個駐村以後，將頭都有講到講，嗰邊咧山水同人哋民農無論係南部可能冇共用。啊，對你這個畫作嘅嗰種影響，有改變冇？冇講有畫到以前唔會出現嘅嗰種畫作嘅形態。其實也看作品就係，因為我公司在其實我喺民農按多年，民農台，然後喺圖書以後有幾民農喺度改叫，不過其實我冇畫過民農嘅風景。所以我去池上駐村以後，我第一擺畫風景畫係咧畫池上。第一種畫係咧畫一個田地裏邊一條樹嘅起下去田地裏邊，啊後邊咩海岸山脈，啊也個就天嘅作品就有畫到我哋講真實，我哋看到嘅一個風景，然後佢描寫到畫面裏邊，所以咩幾神奇啦，幾奇妙就講啊，喺民農按多年，唔過我睇咧畫出嚟農村嘅風景，佢係咧池上駐村嘅時間看到嘅。因為我話你們學是因為我發現以前嘅作品，我哋講嗰圍觀，好講嗰群嘅嗰種觀賞嘅嗰種主題。但是我看到個作品嘅時候，我發現誒，真係嗰少見嘅一啲風景畫嗬，你有想過講要不要轉變係嘛咯？我講到其實就跟去到池上神法的1-2年以後嘅嗰種心境個群啦，因為佢下其實就不是去腳踏車，去老田球。啊，不過雖然講民農去，其實咩位去，不過我民農去嚴謹啦，我都睇喺啦鐵地擺，喺個老田球去腳踏車，我有啲鐵橋呀。啊，其實上嘅時間其實就是真是去腳踏車，一來去行西路、田神西路，啊，我是個是咧工作室咧村嘅，看過去就一個景色。所以其實一張嘢地方係明日，其實就看得到一個景色。就像一啲同一個作品，後邊嘅有嘅後邊嘅貪藍色嘅一個，係咧花大波池嘅一個水。啊，我每擺要去大波池嘅時間，會經過一個最前面有種一些薔菜啦、木瓜啦，一個樹嘅一個小田地，一個田地係咧一個咩客家人，一個吳大哥以種菜嘅地方，所以我每擺要去嘅時間就會計。就是打嘴鼓，就是直接互相聊天，講我係咧落嘢啦，啊唔家做乜嘅啦，啊唔家做乜嘅啦，所以其實嗰段時間我會啲嘅歌，然後跟一個吳大哥聊天，啊加上一個從景其實係咧我明日都看到嘅，所以我想講啊，我想我計描寫下來，有安尼嘅感覺，因為有什麼我看上來，真的我感覺到一種。幾悠閒嘅嗰種感覺，因為看上來，我發現到一種人嘅事嘛，如果聽在講人家用神即個線嘅角度嗬，我感覺到講，嗰種心情馬上如果聽下來，我從來會想到講，咁初頭都唔講嘅呀，以前喺民農都冇辦過風景嘛，我在想講，係咪按呢一種原因講，其實有時陣我哋睇陸下富圈，係我哋嘅神法還是有幾多嘅。快樂唔快樂嘅東西，好，嗰種其實雖然我喺風景，但是有啲風景地方有後邊有幾多嘅感覺，但是幾多也喺風景嘅時候，可能都幾單純變成一啲風景，同時用一口氣講咧，唔係一啲外人，一啲離下嘅感覺，係一啲外面來嘅人，後一啲離下，其實來一片咧一張嘅地方，其實感受到好，係直接感受到一片地方嘅。我哋講個悠閒嘅神法，嚇，其實係個好嘅神法嘅部分啦。唔前真係接觸到神法裡面個現實嘅部分。錯冇錯，所以就變講啊，像後面就都講到，其實似民農神法嘅時節，因為我能幹神法幾嚟貼群，所以唔會特別講到講啊，嗰種我想去畫嘛嘅東西，就是風景來講嘅話，明日按你過按你行，按你過按你行，冇特別去計。天天嚟去看伊，不過嗰種感覺就因為我哋係鐵球嘅，幾嚟鐵群，所以唔好講啊，睇啲時間就講啊，想去計描寫下來，嚇啊，所以從時尚嗰篇我哋讀到嘅一條阿伯伯咪嘢咧，阿伯會講啊，我哋一時你冇鬼諗咩，啊他講到按好耐咯，安尼，
系啊，所以就可能他把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俺们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会有一种无相同的美出来。而且你看人哋一般某一个地方以后，我都发现讲，你係咪？跟我講，用色嘛冇到同樣嘅，係用你我哋講個有生命力的色體用嘅部分，咁像當初你畫畫嘅時間，差唔多花一段時間來畫一三幅畫咯。其實一段嘅時間冇辦法講啊確定講出來，因為呀三件作品其實一開始畫嘅時間係你向下開圖，然後上色，同樣嘅色可能會。3種向下上色，上下來以後差不多比較細部的描寫，我一種一種來描寫來描寫。不過因為一件作品係我去年的奇形族展覽的時節，其中的一件作品，所以講去年可能半年以內，我其實有幾多批的作品其實同時進行，所以比如講幾時間綁上來講，可能有半年。可能以半年底杯，可能有每一段時間係你自己發呀3種作品，所以冇辦法講啊，佢確定講啊，一天係你就係1年，也係2年。嗰時等於你講，其實也係發作，你等於你講係等於你記錄幾段時間，你即係所有嘅感受、所有嘅感覺，然後透過一批發作做起以後，然後呢攰到一般的生產地方，慢慢嚟過程發到出嚟。可能朋友看到孫文先生嘅一啲畫作地方，你會發現到講，其實也畫作同我哋以前看到水彩畫啊、油畫完全冇同樣哦。喺段節目我哋都同講，墨間到教彩畫，頭先下我哋喺我哋網上講啦。翻過來撲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美濃總孫文先生同我哋講，一起去推動駐村嘅世界的作品。我想問一下先生嗬，因為頭先我哋上一台節目裏邊錄他咁講，教彩畫都係起碼嘅一種畫種，而係同我哋嘅水彩無論我哋油彩無強嘅地方點嚟咯？一個教彩畫，伊其實我按到教彩就因為一個教係你用動物嘅骨頭，譬如講個皮去萃取提煉出來嘅一個教。一個作品後，做嘅可以看得到呀一條一條，你可以拿一下哈。一條一條嘅其實就係膠，其中的一種膠。我哋講一種膠，其實就是對一定的比例的水以後，該組成液體狀嘅。一個就可以準備調顏料。調顏料嘅時間，我哋用嘅一個顏料係來自太子岩，譬如講藍銅礦啦，或者講那些的奶啦，所以礦物或者是泥土。其實都可以變成我哋嘅顏料，所以變到講我喺畫圖嘅時節，可能就拿一個小碟子，然後揀一個動物膠煮好的這個液體的膠，堆下去那個礦石的粉末給加下去，然後用水給渌個均勻以後，讓畫起畫面紅。一個畫面可以係你紙張，咩可以係你絹，咩可以係你一個麻布，或者講書表嘅，其實都可以。所以講，以最特別的係呢，因為係呢天然的一個材料。一邊我想問的問題就講，等於你講也俾搞，你像我哋以前呢，比如我哋水彩，你用水嘛哈，用水去溶化嗰度色料啦哈，油化你用油來溶化嗰度色料，都係用膠來去配合嗰度色料。咁講，有啲色料全部係用我哋天然的礦物，哈，一部分色料。咁第二個問題就講。佢天然的色，都出冇係咪冇按到啊？其實咩可以到啦，其實咩唔係講貴少，因為像一個石頭，譬如講藍銅礦藍色來講好，因為伊係你用人工的方式將一個石頭打磨，磨成粗細無相同嘅粗幼嘅一個顆粒，所以變到講一粒石頭，像一個色。伊可能顆粒過粗的時間，伊色就過沉，顆粒磨過幼一些，顏色就過淺，所以一個色它可以有顏色深到顏色淺，伊其實可以有幾下種不同的一個濃淡的一個部分。不過講天然的一個石頭地位礦物來講，確實有一點嘅礦物其實冇按到冇講像
西化，或者是说我们色票上看到的那个是按度的时间，那每一类部分会有一些替代品，就是用半人工的方式去加工，可是基本上那个颗粒感跟甜眼的那个部分的那个材料其实够上圈，然后也是去弥补来讲啊，嗰度我哋很學生嘅時節，學弟學妹會講啊，哦，學膠菜太貴，因為原料都很貴，因為天然的礦物，所以講啊有啲貴嘅時節，像講啊我哋會用珊瑚，就是有一種色就叫做珊瑚，也就真的是用珊瑚去磨成粉，然後來發，要得寶石等級的礦物，其實基本上價格其實就很貴。那所以天然的一個色，譬如講紅色、藍色、綠色，本身我哋吃，我哋生活地方就貴少見得到，所以原料單價其實沒夠貴。那所以剛才學生嘅時節，其實冇按照嘅我哋原料嘅成本來畫圖嘅時節，所以我有一些就是用人工嘅方式來染色，然後來仿天然的一種原料。那其實也還是屬於我們膠彩原料。嘿，所以變成講有一種嘅方式來讓我哋個出貨給你，就是講啊，成本有一些的考量的朋友來發直接可以用啊呢。係啊，因為頭先我講，講到所有嘅色料如係用嚟的呢自然天然的礦物色調啦嘅地方，譬如講也要色成可能都冇我哋人做按到色成嘛，但是好多時候有講到講。其實冇儲油，其實如果聽講，誒，過儲一些的時間，你色成過沉，嚇，過淡一些的，過冇過油一些的時候，都變成色成過淡。咁你話，又喺強色的時間，咁冇強色的時間可以，譬如講，我哋創水彩，嗰種這個有些水彩可以兩色疊色，嗰種入邊可以做疊色。其實我哋如果是用礦物質顏料的時節，其實兩種顏色我哋講，而混色來講，其實是視覺上的混色，就是講啊，對顯微鏡啊，你去看的話，每一粒的顏色其實就一粒一粒的顆粒，所以伊冇辦法講啊，像比如我哋他個熟知的水彩，它會融合，其實伊唔會。這邊來講，我哋愛混色或疊色的時節，其實就是視覺上的混色。你看上來係嗰種調出嚟嘅新嘅色啦，但是其實你看到話，其實係你係兩種色嘅嗰種粒子喺個表面下，當你看上來，伊其實也冇合成強烈嘅東西。嗰時候你看上來話，剛剛上問題最尾嘅問題嚟講，嗰時突然講初才講，我有啲色嚇加搞入去，變成你講有啲咩盤加混入去，然後加搞入去以後，咁等於你講話其實有啲咩盤都有啲色。可是你把按到色的時間，你嗰度沒盤在前面，還是講啊？今日譬如講所有嘅主觀色啊，今日先畫，睇下你嚇，還是講從這個畫作嘅習慣來講啊，譬如講一條樹來講啊吧，唔會今日把所有嘅強色全部畫開，還是講唔講啊？你一隻開始處理，但是我前面都過一道冇強色的沒盤。兩種其實都有並列，因為就是一個色就是一個盤的，所以下擺的時間確實我會調很多調幾多色，看下幾個桌面，也可能就會我也擺會花的時間，因為我可能每一擺的主題而描繪的形式冇相同，所以下擺的時間我可能會需要用到幾多的色強下出現，我可能也是佔一些畫嘅我調一些。所以下擺會按呢，不過下擺呢會像後面講到的，可能我在補筆或者講啊，我可能先送嘅提前的色，提前的色我可能想要加碼嘅色，所以一些一粒盤嘅時間其實沒有，所以因為愛過多盤嘅，比如講我哋畫膠彩嘅創作者，有啲習慣就會看到某個盤嘅去逛家具嘅時間，看到盤嘅就會想講你跟他的畫圖總顏料嗰種幾好哦，我有一種收集盤子嘅一個癖好哦。咁從佢哋又到，譬如講而家已經調好以後，如果找係冇，從我哋有些水彩我找係嘛，油彩嘛我找係，從我哋嘅膠彩我找係冇。其實沒會，因為從膠彩一開始係咧加一個礦物係咧加膠去調和嘛，那調和以後，其實我哋沒有會加水。對，其實我哋一個時間加嘅水，其實就是讓它我哋其實那個白筆漸色了以後，比較容易去推在畫面上，過後上色。所以其實最後一個步驟會加水啊。譬如講天使安尼，他個企業有個地方畫圖，吹人氣的時間，人氣安尼吹水分會蒸發掉啊。會找的時間，你就再加一些水，
再加绿咖喱，莫被糟黑。我说加水的话，不是在加膏诶。唔是，因为那个膏，其实在起100起个摸那个颜料的时间，那个膏已经是唔讲岩石的分子小颗粒，那个颗粒的周围其实就有胶的分子粘在上面了。然后这是2个颜料，然后加水的话，只是干那个颜料的颗粒可能拉过开，所以水加我过多的时间，安尼一笔画上去，可能颜色就看起来嗰种过淡，或者是饱和度冇按饱和，是因为颜料的颗粒被你拉开了，所以就最后爱找黑的时间，其实唔是加膏，就是加水就可以。咁从人讲技法问题时候，你像同人讲，你一笔画过去，因为我其他看到发现到讲，其实搞菜画伊在最太，因为我这个认为最太其实你讲，其实伊算工笔的部分嗰度，好，咁讲到我其实我看到搞菜画对以前都更加，你发现讲，其实伊可以画嗰种过腰的地方，甚至讲伊在细毛的上面咧，伊在我那个有个耳环呐，哈，用搞菜画伊会呈现到叫耳环里面最讲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想讲哦，譬如讲像我哋后边有一片天空。从一部分天空，跟侬用水彩画个画好，quite简单啊，一笔画过去哈，唔拉把在一笔，如果也要用叠色的方法，无论用晕染的方式，那种搞菜画在处理安太片的风景的时间，伊嘛会用安尼一笔带过去哈。其实没会，所以就变来讲啊，是个set 调好以后要画上去的时间，其实没依照因为每个创作者习惯无相同。有的时间可能一笔画下去，或者讲啊一笔唔拉，因为人个颜料其实画下去无简单，就看得到的可能唔係一層，可能幾下層，所以可能一筆規體筆的畫下去，啊感覺到還唔拉，再來，安尼一次印貼上去嘅咩油，啊或者講啊有的人可能會感覺到我嘅天空啊可能會有一些雲朵嘅感覺，我們可以用個細嘅筆，安尼一時去給疊出來，所以其實太筆安尼畫或者講啊細筆，其實也都有，冇講啊。其實咩冇特別講啊，教材一定愛用嘅畫嘅筆法，啊唔過後面條都沒有講到一個，就是我哋可能過早期日本時代嘅嗰度台灣嘅一個前輩，其實因為佢係其實咩受到日本嘅畫家嘅影響，所以台灣嘅時節咧一個教材嘅作品，大部分個細膩一點，然後可能工筆嘅部分咩個多，啊唔過其實漸嘅都一直都見其實創作嘅一個面向其實改反。有個粗獷的，然後個抽象的，其實咩取決於創作者的想法。像我哋搞菜畫嘅人嘅技法點樣？有乜嘅係我哋搞菜畫啲背個貼片，或者一個專用嘅一種技法。哈拜可以來貼一個金屬箔，對，貼金屬箔其實算是教材，我哋咩講啊？也還蠻常使用，然後也跟其他的媒材比較起來，可能也算是個特殊的一個方式。從我前面呀2看3看的作品，它背景後面其實就是有貼了金屬箔，然後甚至講啊，貼好以後，那個金屬箔當中還呢是有銀箔的成分啊，銀其實那個雲其實係空氣裡邊，伊會隨着講啊溫度啦、光線啦會氧化。所以我們甚至下擺會不宜去做一個氧化腐蝕的一個效果，然後腐蝕到可能有一些斑駁歲月痕跡，那個效果我愛就再去上膠反水，然後保留那個斑駁的效果。那個還能起搞菜包底杯，其實也算是還蠻常使用的一個方式。啊，我們的箔，我們的金屬箔其實有幾多種，原色的、金色的、純金的、銅啦，或者講。各多種色彩，藍色的也有，甚至我哋講發展那種桃紅色的箔，其實嘛都有哦。那再來就會講啊，還有另外一種後上嘅時節，其實就有學過，也算是幾簡單的方式，就是揉紙，就是給乾紙給全部扭啊、瓊下啊，所以變到講啊，第一層的色跟第二層的色冇相同啊，第二層的色鬆黑以後，我乾紙全部就是扭啊咧，啊再給打開落嘅時節，伊其實就會出現裂痕。當個有的色會因為安尼扭啊咧時節會跌黑，所以它就是會有一個像變裂紋的一個效果。啾啾安尼像蜘蛛網，然後不規則，然後你也很難控制說這一定會長什麼樣子，它會有一個怪特殊嘅紋理。這也算是教材其實
我们起个初学的时候，其实也就会学到的一个方式，那也算是一点特殊的这个方式，这样。观众朋友，听到孙文先生的说明以后，你发现讲搞菜其实有一点quite特别的一种，还有quite迷的一种特色。休息下哦，等下我哋买嗰度过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来自闽南的孙文先生同人讲搞菜方的贴心。我想问一下先生，头份以后讲，我哋用无共样的金箔啦、原箔啦，它变成一种我哋讲层层浅浅的感觉。因为今日你带来的现场两幅画地方，係咪也要背景都有用安的方法来处理啊？好，这两件作品的一个背景当中，其实我就之中第一层，其实我就是叠一个箔，然后我叠个箔含的原箔。原其实是空气底部会氧化，所以我叠好以后，我就空气反空底部不以自然的氧化。其实要快速氧化没可以啦，就是加硫磺水或者硫磺粉啊，它就是会快速啊。我加一些你就拿一三一条，马上黑给你看这样。不过我想讲啊，我想要不以个层次可能细腻一点点啊，然后时间过慢一些，所以我就没有用硫磺，我就吃眼不以氧化。氧化到这种斑斑驳驳的效果，看到一个还能一个干不过的时间，我就会送一个胶反水。像胶反水其实就是跟空气阻隔起来，它就不会继续氧化。然后接下来就会用一个金属，有点像金属光泽或者是珍珠光泽的这种珍珠粉，再给泡泡给起个涂蛋糕，涂蛋糕以后最后咱来发一个为了一个主题。等于如果我要大要先大好，大好以后，咱开始把上面那个我哋讲主题的部分，就我也两种作品来讲的程序还能安尼。因为也两种作品看好来，发现背景都感觉到讲有嗰种安尼过层次过多嗰种感觉，因为嗰种做法其实用画的其实冇办法把它按吃一样的嗰种做法。因为它有一些冇嘛相同的，可能就是金属光泽感，一种金属的金属的光泽，其实我们都冇办法讲用我们嘅颜料去表达出来，因为质感冇相同。嗰种呢，譬如讲我哋要用的吼，伊哋係嘅草畫上以後，你最尾完成的時間，把它再送一層，把它搞完。譬如講我哋有時我哋把水彩畫，我哋最尾把它噴一層漆，有沒有？我哋講定畫的那個漆。嗰種也法，你最尾把它再送一層，把個東西保護也畫咗冇？其实不是就是因为颜料基本上其实也就可以保存这么久，因为最严实的就是石头，所以石头其实也不会因为时间够久的，你就变色或者讲褪色，其实不会。所以我们咧搞，其实只要有确定讲我们有这个程序有抄搞的那个染土有拉，不会讲久的苗迄些就跌下来，其实不会。所以它其实画好以后，作品完成以后，不是讲从它把油发会去上凡尼斯，其实不用，就是马克杜姆斯。嗰種你搞菜畫吼，以正呢，其實你講法其實伊蠻唔多會褪色吧？其實冇乜會褪色。不是像伊安尼一幅畫伊可以保存到5-6年可以冇，也係色唔會變。其實你可以，不過它版面有例外的時節啦，因為有的時節我們嘅原料底部也有些時候也會有一些植物性的東西，就是某一些成分碰在一起的時候，它可能會氧化，沒有可能。但是基本上來講，它一部分是唔會變啦。嗰種講，譬如講人如果有人，譬如講如果有安尼嘅搞菜法，譬如講有些時間久，有些人哋台灣有些空氣唔好，上面會有塵髮。咁用嚟去處理安尼上面的塵髮，可以直接用水沖冇？真唔得，真唔得，嗰時候用手慢慢地搓下來。對，就是我哋會建議講可能就用個軟的膜，譬如講用膜嘅刷子，安尼輕輕簡單個安尼掃一掃，掃下來其實就可以嘅。就都講到誒，如果說顏料會有變色的可能性的話，我哋下邊會去避開，譬如說像是朱砂。然後像有朱砂，用到朱砂也給粉色的時間，我們就會盡量去避開銀，因為利用這種其實空它其實之後會有一個作用出來，但是大部分的時間它是 OK 冇問題嘅。
俺哋今日的节目地方，我哋常先生，俺哋讲哦，伊要把以前吼要下拿的咩盘的开始一调嘅色，然后又要这个一处理嘅纸张，然后最尾又先处理也要纸张的嗰种，俺哋讲背筋的东西，然后再慢慢的把上去，而且米佢像如係用公边的慢慢的把上去。我感覺到講，以後伊個心情改問題呢，然後可以把搞菜幫的吼。其實以嗰度嘅創作者來講，其實冇一定講啊像安尼，就是可能就畫過油嘅，可能也有比較澎湃、過即興的畫法，可能沒有。可是唯一不會變的，就是人家的程序磨顏料嘅場戲，然後這種嘅處理嘅一個部分，它一定就是愛慢慢的來。所以佢喺讀研究所嘅時間，先生講啊，被學人哋搞菜嘅學生嗰種，沒有一種特質，嗰上衝，因為唔就會親的下來，所以唔係咧，唔係咧嗰種情緒來嘅，唔就想去夾嚟，畫家到畫面好嘅，也個可能就冇辦法，因為嗰種情緒澎湃的一種心情，在唔些摸色嘅時間，可能就。他可能東西就不見了，這種衝動的念頭，伊可能就消失下來。啊，唔過，迄假使講啊，唔想我來學習把個很多耐心、清醒的法，你可以來學啦，就是一天會可以靜下下來，天天的去處理啊個事啊呢。就是我們開始要準備人個畫布的時間，人心情都慢慢的要停下來。靜下來。那像這個呢，這個當初呢，我開始接觸到人哋搞菜幫咯。其實太好嘅時間，我做嘅學校美術呢一片，其實就有搞菜一個課程。其實佢下面嗰種就他個常用啦，會學習油彩，然後版畫，甚至講啊做圖、做雕塑。可是佢下面會覺得搞菜一個材料過刺眼，再加上我過唔好寫筆啊，可能過難寫啦，我唔好嗰種油畫或者畫筆安尼油嘅感覺。所以我佢下就感覺到講，我學習搞菜嘅時間，搞菜因為一個作畫的程序其實會過緩慢，啊加上我自家又過細數嘅人，動作又過慢嘅人，所以我會講到講啊，沒有一種長度，跟我自家嘅過慢嘅一個心材料就講啊，以係你過田園嘅一個材料。我講到一個係很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我就選擇一個材料來創作。你等於講畫作嘅一種，畫作嘅一種體現，同自家個性其實兩個過長。如果你合放落以後，變成講也係畫作嘅一種方式，其實都同人家成分，其實都差唔多啦。其實講到件講，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我想到講，從你自家。這個去年的我哋講產品大迸發，做完很多產品，咁我哋有乜個時間，無論乜個基地可以看到人家嘅作品？我過去年可能過去年的3月的就春天的時間，會去台中的林之助紀念館有一個小型的展覽，所以個最近的一個展覽可能就係明年的春天的時間。像我哋今日看到有兩些無共樣嘅一種畫作，譬如講頭先看到有泰山徑嘅嗰種風景來講，同咧入邊野草野花，一種我哋講高優嘅一種觀察的角度來講的話，當中呢我有安尼兩個無共樣安尼兩個畫圖嘅方向咯。其實大部分的時間，我嘅作品其實比較過微觀一點，其實我更偏向前面一個草嘅部分，因為自家嘅生活地方基里自家個橋呢，譬如講野草野花，可能就古啊前嘅人自家庭院地方看一條野花啦、野草，所以我大部分的作品其實真的是夠微觀一些。譬如講啊，做其實畫爸爸或者畫阿媽時，其實咩夠貼近的一個距離去畫啊，只是說對於池上駐村的時間，就是可能距離有拉開了，然後。加上就是看到燕山觀一片的這個田地的時間，就會覺得說好像視覺視線有幫過開一些，然後也會覺得會想幹一種比較開闊的一個田、一個山、一個田計發下來，所以我有那位呈現講啊，嗰種有很微觀啊，然後有目下來講少數的可能。距離過遠一些些的一個作品啊，但是嘛係一種記錄自家生活同心情的一個作品咯，嗬。從自家都接觸到我哋搞菜法都見噶，其實嘛畫個幾多年嚟啦，嗬。咁有想到講，譬如講我哋數學生嘅，譬如講阿爸我經驗教本其他人嚟冇？
其实有想过啦，有想讲啊，迄每次跟这家嘅风扇的工作室底部，就是属于有兴趣的学员，啊，不过就是上的係好一步嘅，唔就还蛮开始去创作，所以可能未来某一天就那时间，可能未会有属学员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哈，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嘛，我想到講，假如我做人學人的話，我係咪我有乜嘅畫圖嘅基礎啊？譬如講有啲人有乜嘅素描嘅基礎啦，冇乜嘅水彩畫基礎，我有乜嘅基礎嘅功力冇？我覺得冇乜嘅功力沒唔怕，就是你完全沒有經驗，其實沒唔怕。對，因為畫圖一件事情冇簡單講啊，一天會畫到個窗也很樣嘅，其實就係來認識教材一個材料。然後畫自家嘅特殊嘅特色嘅作品。咁對未來呢？即係對未來嘅有乜期望冇？譬如講你要不要去個台東誒？有想過去別的地方花蓮啊、宜蘭呢？我還是冇特別想講啊，愛去啊到個人嘅地方。不過就講啊，我下嘅創作就我希望下一擺個大型嘅展覽作品嗰度啊，然後。可能從此個睇一個展覽，其實可以去高雄來進行，因為我媽媽一次去盧卡係啊盧卡，為咩為嘅，然後一種出來，其實冇辦，伊唔會講啊離盧卡太遠，我想講係可以去高雄來展覽，而且我其實想去花藝，不過一次之前我其實一直喺度去盧卡跟媽媽喺，我喺度跳橋嘅時間，我發這個盧卡呢，他把我有些費事。啊，拄好就講啊，也今年就辦那到風展來迄個時節，就想講這裡有一些這裡啊，然後工作室的空間有個大一些，或者我就可以來跟一個上嘅幾下年呢，我想嘅描寫我自家媽媽嘅一個部分來嘅描寫起來，所以我希望講啊，也一批作品到時節完成的時節。可以去高雄來展出，然後由自己媽媽來看。因為嘛，希望講都係有一日就可以喺高雄喺南埔看到我哋孫文先生嘅畫作。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有冇感覺到冇教材畫其實有一個特別的一個魅力嗬？嗰時我哋希望我哋觀眾朋友對教材畫有興趣嘅嗬，可以多多注意孫文先生嘅一個動態嗬。第講而某時節會開始展覽，第佢某時節會開始教人畫作哦。今日感謝孫文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分享很多教材畫嘅故事。謝謝浩米，謝謝大家。